我还永远记得那一天其实中午我们还去一个很好的越南餐厅吃饭，就是想要办性别 party。那下午就是去产检。那产检的话，我们原本期待就是因为已经16周了嘛，所以 baby 的超音波应该是可以看到。那一天我记得去产检的时候，照肚子的超音波，照的时候医生就说：“这个姿势怪怪的。”然后我跟斗哥也不觉得哪里奇怪，只觉得说他可能照不太出来他是男生还是女生。后来医生就一直检查，然后没有讲话，然后我也是眼睛就一直直愣愣的，一直盯着那个超音波的荧幕看。后来看，好像就越来越不对了。然后医生就说，好像没有心跳了这样子。我都没有哭，我就是一直看着那个超音波，觉得，怎么可能这样 ？baby 的大小刚好是16周，表示他可能我去产检前1-2天，他才没有心跳，所以，他也不是没长好，然后羊水也很多，量起来的数值都很正常，但就是没有心跳了。我一直到，医生就说很遗憾，然后他要离开，然后因为我要把肚子的那个凝胶擦完，我要穿裤子，然后我一坐起来，然后斗哥就他先哭出来了，他就抱着我说：“不要再生了，我们不要再生了。”这样，然后那一刻我才放声大哭，这样子，对，就觉得，真的一切太突然了，对。所以那一天跟大家公布说胎停，因为其实我怀孕的消息出去，全部的不管是粉丝朋友啊、亲朋好友啊、曾经合作的单位啊等等，不管，全部人都给我们很多的祝福。所以在胎停的时候，我也是得要告诉大家，不然就会有一些很尴尬的讯息，因为大家可能就还是会继续的恭喜我嘛。可能还来不及整理好情绪，但是我就必须去公布说胎停的消息，对，就是不然大家就会一直寄给我怀孕的东西，比如妊娠霜啊什么的，那我就会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这样子。当然，我跟斗哥那一天都可以说眼泪没有停过吧，对。那尤其是看到大家给我的留言，那个画面其实挺有趣的，就是在客厅，然后我跟斗哥就一人坐一边，然后我们两个都一直在滑手机，一直在看全部人给我们的留言，然后看，然后我在这边哭，他在那边哭这样子。那当然，在胎停完要面对的就是引产。那因为 baby 已经是4个月16周，所以他已经成型了，他的脊椎骨长得好漂亮哦，然后他的脚啊什么的，所以没有办法用流掉的方式。或许很多人不能想象什么是引产。简单来讲，就是我经历过的一段真正生产的过程，就包括所谓的阵痛啊、宫缩啊。但是因为 baby 才4个月，所以它不是一个正常的方式要让它生出来，所以必须用药的刺激。那因为这个药它副作用就是在这个药的 work 的时间会发烧，我记得那时候烧到39度，然后全身就是非常冷，就非常的畏寒，但是同时间又是一个高烧状态，然后加上肚子要开始慢慢越来越痛，因为它就是要经历过一个这样的过程。那我真的是很幸运的，因为医生一直跟我讲说，通常这个状况最快是12小时，有人到48小时的。现在回想觉得那个时间真的是走得非常慢，但是我很幸运，不到12个小时 baby 就出来了这样子。很多人就建议我说，还是要像真的生孩子一样，是要坐月子的。所以大家有看到我 po 文，我在月子中心，我原本是想说我自己再回家就可以做了啦，后来斗哥还是觉得说，你就在月子中心啦，不然你在家里面又那边东摸西摸，然后东弄西弄的，就没有办法好好休息。